通大家用飯講。清楚的意思就是從破世界節開始。很好吃啊！哇，很香哦！這係乜嘅意思啊？請問你有世界上沒有？讓我的很新的是有兩個挑戰的。是否挑戰咯？大家好，我係阿健妹。大家從我哋用火嘅人用料理會令我哋老了麼？我們帶落下嘅選擇係請有名嘅老法雅斯。雅斯所有選擇，因為愛帶選擇聽昂雅斯嘅。好，選擇係加好睇嘅需要嘅。大家同下來聽老法雅斯好嗎？好了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妹，佢係書行一本書，係講嘅運動嘅事情哦。來希望大家啲車來關麼？好了。朝拜門前如何把朝拜如菜園，頭大如要摸下菜園講，結果其他了開始的槍槍。天出言後把我做，來出現真難怪。不過經過一下子裡，真難怪去變做講講嘅水精靈了。運動係個好事，老法雅斯有神奇，真難怪係水精靈。西北有河灣的風啊灣的風。玩呀，開講，來，運動，亮。